我要给大家看一段视频，这是2位网友在几乎同一个时间给我发来的爆料，是发生在新疆喀什地区的一件事儿。我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呢，眼泪直打转。视频中，学生被老师打的事情是发生在喀什。网友说，越来越多的孩子成为了孤儿。由于中共的集中营，这些小孩的父母被抓到集中营，可怜的孩子们要么被送到寄宿制学校，要么只能由爷爷奶奶照顾。网友表示，现在几乎所有的南疆学校都改成了寄宿制，没办法回到父母怀抱，小朋友们只能被强制寄宿在学校，10个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边。身上的衣服呢，连续穿了好几周，因为孩子们太小还不会洗衣服，每个月只有200元的伙食费，除了吃都吃不饱，还出现了学生偷别的同学钱的情况。有一些胆子小的学生被偷了以后也不敢跟老师说，只能挨饿。网友的父母不忍心看下去，就偷偷的资助一些孩子，每个月从工资中拿出一点钱给他们当饭钱，然后也偷偷的拿出一些学生的衣服回家洗一洗，并且偷着把家里的穿小的衣服送给学生。网友说，这么做如果被学校发现，就会被扣上帽子，说资助极端分子的孩子，然后可能也被送进再教育营。网友还介绍，中共为了种族灭绝，学校里的老师都被替换岗位或者被裁员，换上的都是中共从内地引进的所谓人才，而这些人甚至连教师资格证都没有。网友说，学校把这些最有教书经验和教书资质的人统统换下，换上他们的人，要求一律说汉语，严禁说母语。网友说，今天视频里发生的这一幕就是他们引进大专生在打学生。视频里的孩子不会说汉语，旁边的同学在翻译。网友质问，这些孩子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他说，2020年很糟心，希望在岁末时刻能做一点什么，把这些真相传递出去。他说呢，新闻看点是唯一能帮我把声音传递出去的平台。另一位网友呢，在邮件中表示，在南疆地区，大人们进了再教育营，小孩7岁开始就必须进住宿学校，星期天就1天可以回家。对于这么小的小孩，为什么必须离开父母身边上学？为什么中国别的城市的同年龄小孩1天上6小时的课，1个礼拜只上5天课，父母一直陪着孩子长大？在课堂上，几个学生说了自己的母语，于是就遭到老师狠狠地打。网友说，看了这个视频以后，我心好痛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很难受。我的心也很痛，所以我说呢，中共只要存在一天，中国人民就会多遭一天的罪，必须解体中共红魔，只有这样，中国人才会过上自由的生活。那好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。如果您喜欢新闻看点，请别忘记点赞订阅，并且记得把它分享出去。